我说我叫就好了，因为刚刚常常卡痰，喝太多，刚刚在后面喝太多，一直喝，好喝哦。其实这个时候不是酿酒的时间了，其实我们酒要发酵啊，要有温度，所以暑假才是真正酿酒的时间。然后酒酿大概8、9月这样，所以那时候是小米酒比较量比较多。这个哦，真的是要找阿嬷提早订，因为冬天发酵时间都会拉到1个月，所以你们这个是1个月之前，阿嬷有赶快能酿酒。他说现在哪里找小米？因为这个时候才是小米才要种下去的时间，很尴尬啊，所以没有那么多的酒可以拿得到。很感谢部落的阿嬷、阿姨们，就是还帮我去找小米。不过你们喝的是这个不叫单一小米，这个叫小米糯米，它不是有单一纯麦，对不对？对，小米也有学问的哦，不是说单一小米，是小米糯米混合酿的。很酷哦，这个阿妈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好，很好喝对，不容易，因为当冬天要发酵，时间都拉比较长，然后这个又不能发酵太久，放太久，发酵太久，它就变醋了。所以那时候原住民还自己研发那个冷藏技术，温度要降低，然后不要让它发酵超过这样，然后就把它冷藏。用冷冻车把它送来台北，你看辛苦了你们。其实你们喝到这边是部落他们阿姨，冬天在喝啤，阿妈都说你们喝啤酒，你年轻人不是都喝啤酒吗？我说来喝小米，他就帮我想办法，所以你们才喝得到。然后其实阿妈他们也很辛苦了，最近刚好他们做的酒很好喝。然后结果很多人眼红，然后在台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政府有定游戏规则，卖酒要执照，一些祖先酿酒哪有执照？我们都会酿，所以酿酒不要执照啊，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卖，所以你们也其实也买不到因为他们不会办那个法律程序。如果这边有懂法律的去帮一下那个部落阿姨们他们不懂那些法律，他们只懂酿酒，可是他不知道那个游戏规则人家申诉他就很害怕，所以他们都不敢写说他们卖小米酒，都会写卖小米醋。像你家部落没看到卖小米醋，然后阿姨怎么喝起来像酒？还没有发现，还没发酵完的，发酵完才会变醋。但其实这个游戏规则，其实部落的老人家真的不懂对，你要这样子弄他，我觉得弄他好可怜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出于觉得大家想要喝酒做点小生意，然后卖小米酒有人眼红，就让他们没办法做这样的生意。其实我不知道，我心中很多纠葛。我也知道那个政府玩的游戏规则是这样，怎么办？这个事情有没有人可以让他有一点？阿妈不懂法律他们也不会。所以他们才现在就不卖，也有原因的。当然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可惜，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就想要送小米酒，想要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东海岸现在发生更恐怖的就是那些 BOT 然后部落的人都对这样的事情根本不懂怎么样来开放？那就让他开放了。然后前阵子美丽湾闹得很大，他们用一些法律的，你说漏洞还是途径去？对，你们有听到这个消息吗？对你们有去吗？没去也没关系你知道你心里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喝酒就好了。只是就一样的，原住民不懂这样的游戏规则。政府还说原住民长期霸占东海岸的土地，长期霸占，我们就住在这里是你们来霸占我们吧？就觉得那个逻辑怎么会是这样？然后现在美丽湾，我不知道，我希望大家来帮忙支持这件事情，因为我很爱我的家乡，我觉得家乡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还不被大家认识，然后他就要面临被摧毁的命运。我不觉得这是命运，他应该是有别的选择方法，可以继续生存，而且活得更好。希望来关心这样的事情，大家一起来
帮忙，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跟这样的人文啊，我觉得难得啊，在别的国家也找不到，在台湾东海岸还算是保有了这一切的美好。然后我想要唱这首歌，也在多人的土地上，新的说着你爱我。 海风吹过，树影婆娑，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不知以后多久，烦恼太多，呼啸而过。 由我来保守，别在腐烂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 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轻易地说你爱上。